感谢上帝今日早起，咱真感谢主，当黄清牧师带领咱中间三角的敬拜主。伊今仔日一早起要用将传出去，把爱传出这个信息来分享，来互咱每一个人，请黄牧师。哈利路亚！愿上帝的荣光光照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也愿上帝伫咱的工作生活，还是伫咱的服侍敬拜中间，大大得到荣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赏赐伫阮，所以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三甲自守。这个疼超过阮所想象的丰富，伫阮甲阮的家庭家族，也透过阮的智慧，通互你大大得到荣光。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，常常激励安慰扶持阮，互阮每一天伫你内面充满丰富甲水。奉耶稣名祈祷。感谢上帝，互阮伫小牧师以及中职的英文中间来到咱英皇教会，我想这是一个真奇妙的疼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疼，所以互咱每一个人当聚集伫这个所在，所以阮就今仔日用这个信息讲，将疼来传出去，甲咱三甲来彼此分享，上帝的疼是遮尔水，甲遮尔奇妙。有一个13岁囡仔叫崔佛，这个囡仔是一个单亲的大汉的囡仔。有一天回的时阵，伊的妈妈无伫厝，因为妈妈兼2、3个工作来养起伊。有一天，伊老师来讲，恁每一个囡仔拢有机会来改变这个世界。所有小朋友都感觉足奇怪。阮是要改变世界，所以这个吹佛心内嘛真正咧想讲，阮敢有可能真正会当改变世界？伊心内真认真咧想，我要改变世界，所以嘛真正想一个方式来改变世界。伊就咧想讲，如果我会晓去帮助3个人，然后互每一个我帮助人，也搁帮助3个人，那安尼吼，这个世界就改变啦。所以这个吹佛真正心内安尼想，真认真咧想，然后有一天下课的时阵伊就安怎看到一个流浪汉，身躯足臭，哇！伊心内想讲，我有想过要帮助3个人，我来帮助这个人，所以吹佛就安怎？将迄个流浪汉带到伊的厝，然后互伊洗身躯，摕一领较中性的衫，互伊换起来，然后这个流浪汉洗身躯洗了后，伊感觉哇真好，伊讲我足久无洗身躯啊，洗身躯洗了，这个吹来讲，毋过你搁出去就搁垃圾，无你行住阮兜好啊，这个查甫人哦真欢喜，因为足久毋捌困伫即个有厝顶的内面所以伊就困伫因兜。所以来讲，阮兜无其他房间困，所以只有迄个车库有一寡空位，我来整理者，互你困伫迄个车库顶面。这吹无就安尼，互这个人困伫车库。伊妈妈真晚转来，暗时休困了，去洗个要出去食头路。等于早起是要开车的时阵伊发现一个查甫人去台试车，我一听一个，就马上摕涂骹一个棍要来讲。这个查甫人讲：“你莫头讲，你莫讲，我来讲，我有啥伫这个所在，我是你的囡仔带转来。”伊妈妈惊一个，阮的囝条四界带一个查甫人转来。恁后生带一个查甫人，你会感觉安怎？讲尻川了无？大妹妹咧。这个流浪汉就安尼。来讲，你的后生为着要帮助这个世界改变，
所以伊要帮助一个人。你嘛甲我讲，超去帮助其他的人。我想讲吼，我毋知帮助啥物人。我看你的车真垃圾，我来切切的，你就是我帮助的第一个人。伊的妈妈心内真生气，毋过讲我的囡仔太贱高水。伊所做的代志，实在超过咱大人所想的。要即种想法，互即个妈妈有一个真特别的提醒。我的囡仔，伊的想法真特别。我的囡仔想法真特别，因为伊知影要安去做遮的代志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咱会袂记咱的人生内底，其实耶稣人讲，恁着彼此洗骹。咱一定听过即个耶稣甲耶稣对话故事，恁着彼此洗骹。耶稣毋若但讲，伊佫讲啦，我做模样互恁看，安怎洗？把伊的衫脱落来，摕面巾绑伫伊身躯，然后捧一桶水到遮学生的面头前，但鞋仔脱，但伊的骹放入水内底洗洗，洗好清气，佫用面巾来切切的，一个一个安尼做。这个做法，互学生足清楚，目睭咧看我的先生，即摆去为我做一件代志。也就是讲，耶稣知影，如果只用嘴讲，恁袂当完全理解我用我家己做互恁看。这个洗骹的动作，毋仅是洗骹，伊有个一个足要紧，就是伊透过洗骹的方式。耶稣将伊的身份，将伊个人的自尊、尊贵的形象放下底。因为当时啊，人洗骹是一个啥物？是一个真卑微的工作。只有遐个做奴才的人，才会屈伫土骹去帮伊的主人洗骹。所以学生在面对耶稣来洗骹时，因心内拢足惊。因为知这是做一个先生老师无应该做的代志，你无应该打做这个代志。毋过耶稣无管这学生的意见，就是安那屈落去，但伊的骹真垃圾的骹洗好清气，切好清气，然后同伊讲，我同伊讲，我做一个模样互恁看，恁只要安尼去做。如果咧，耶稣安尼做，我相信你会想这样代志。有真侪代志吼，需要看到有模样，咱才知影安怎做。就亲像在做师的人，伊爱看师傅安怎做，对做，然后伊较知影讲到底遐个代志要安用。所以，当你常常带你的囡仔，还是带咱师傅讲爱疼人，如果咱毋捌去做一项，表现出对一个人的疼。是牺牲，是放下你家己一寡遮个好的物件，你牺牲遮个物件，委屈家己疼人的时阵，咱的身躯边的亲人朋友、囝儿是会看着，甲知影，哦，这叫做疼。做真侪时阵，遮个面前的朋友会当讲，哦，你记得甲怎讲疼，毋过吼，你的疼是啥物所在？有机会，当咱面对这未信、这挑战的时阵，咱会当勇敢将这疼表现伫因身躯顶，互因看，这就是我甲因讲所讲的疼。所以耶稣做这个代志，毋是无理由，因为知影我必须爱用模样互恁看。这个模样虽然互学生真惊吓，毋过我要紧是，嘛在上定耶稣未来。伊要行就定时的路，互遮学生知影，我为恁所献出的疼，就是只有洗骹，还佫有一项代志。伫未来我要做的，就是我要为恁定入十字架。这一项代志，慢慢啊显明伫学生的心内，因愈来愈清楚，阮所跟随这个先生，这个耶稣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人。
所以当咱开始伫教会相传咧讲疼，是咱的事工，拢就是为着将耶稣的疼传扬出去。所以咱愈来愈爱知影，这个疼伫咱个人、伫咱教会，咱应该安尼做，咱应该安怎将这个疼真细致来传出去。有一对结婚的新人，因就伫因结婚的典礼底特别安排洗脚。我想咱可能毋捌看过即个结婚典礼吼，新郎甲新娘因分别坐伫迄个所在，然后新郎将新娘鞋仔脱起来，伫遐来洗脚。互你会感觉，这真特别咯，佫会洗脚咧吼。洗脚要创啥物货？讲我会当亲像耶稣共款，是一种牺牲，是一种委屈。你诚做我的头，我诚做萝卜的款式，为你做遮个代志。所以中间就搁了还未结婚的少年人，试看觅伫结婚的时用洗脚，我想迄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程序，因为你甘愿为着你的另外一半，放落家己，看无家己，为伊做真卑微的代志。讲实在，这无简单。上亲的阿某，咱无定拢会当放落家己。已经咧彼此无啥好的时阵，咱会坚持，迄就是我对，毋是你。迄种心内坚持，互咱无办法将对方放伫你的心内。洗脚是一种真要紧，我愿意屈家伫你的面前。这是一个活动，囝儿拿爸母洗脚，这应该是伫咱的传统的文化内底真自然的代志。啊，毋过我毋知你敢有机会甲你的爸母洗脚？以后咱过父亲节、母亲节的时阵吼，咱毋是只有食饭、食饱落去，就煞了吼。咱当请爸母坐落，然后咱做伙唱一个歌，来祈祷，然后来讲爸爸妈妈，恁真辛苦，我为你做一件代志，互爸母嘛当感受到即种。才会囝儿时岁因怎样，伫这特别节期啊，为因做一个代志。我想咱会当真正将耶稣所讲这洗脚的精神，放伫咱的生活内底。有一间学校伫新生入来了后第一个礼拜，这是一个真大的聚会，所有对校长。教授甲遮真侪主管的人员就来顶，为着遮所安排新学生一个一个洗脚。洗脚了后，校长徛在台顶来讲：我等于大胸襟保证，今仔日若对这校毕业，一定找有头路。你也可能诚做医生，诚做这社会真要紧的工作人员。总是我要提起你一项代志。你要有专业，就是你要有技术、甲疼结连做伙，迄个是真正的专业。你以后学到真要紧的技术，你的心咱若无疼，迄毋是专业。所以以后当你徛伫即个社会悬的位、尊贵的位、真要紧伫影响世间人所在的时阵，你若只有心内有你所学的真好技巧技术。有人讲，恁袂当帮助人，啊，毋过恁要有技术，甲要紧的疼，结连做伙，迄个是真正一种专业。所以，这校长甲这所有教授、甲主管，为着这新的学生洗脚了，但提醒讲，这个校真好，啊，毋过恁毋通只有学着技术，学着知识。你来学着安怎伫这个世间真正当帮助人的方式，若无你学着的，袂当帮助人，可能是只是你趁钱的工具，安尼对这个世间无帮助。咱伫教会出去真久，我想咱学习真多，所以咱袂当只有学习圣经的知识，还是一寡礼拜方式。咱必须爱晓真正学着耶稣基督的疼，
伫你信用甲礼拜方式内底因有疼，所以迄对咱就无共款。咱面对未信者的时阵，咱的确要有一种真要紧的自信。这事实毋是因我高高在上，是因我心内有耶稣的疼。我随时会当为人做献身，迄是暂时委屈家己的方式。伫真侪代志顶面，咱拢伫遐不断的见证。这台湾一间小公司，这个头家是基督徒。每一个礼拜伊就招集所有的遮工厂的遮同工，读圣经祈祷了，就请厂长甲因做伙为啦，遮个公司内底的遮个同工洗骹。拄开始台湾甲做袂自然吼，因为叫头家甲我洗骹，怪怪。这头家人讲，你毋通安尼想，这间公司虽然是我开的，毋过这个公司若无恁，这个公司就无发展。所以这公司毋靠我一个人，我经袂起。我知我需要即群，就是恁甲我做伙，互这间公司对势慢慢发展。咱必须要有一个精神，就是我必须爱会晓去听恁。这头个是基督徒，所以伊就足清楚，甲伊信仰内底听分享，甲表达伫遮个微信的员工的身躯顶。互员工知影，我的头家是基督徒，伊毋若重基督教的遮个真侪形式，伊嘛真正知影这听法。所以这头家就安尼，每一礼拜甲遮员工做伙组织，彼此分享圣经的话了嘛。每一礼拜拢为因洗骹一摆。遮员工就感觉，阮的头家真正屈得落去。伊毋若是头家，也是我的朋友，甚至伊会当帮助我，伊会当帮助我。咱看伊耶稣就是安尼，耶稣对伊的模样，互学生知影，遮学生就真正开始慢慢学习到，特别对耶稣受定死，虽然佫四散出去，但佫转来了后，因愈来愈清楚知影耶稣互伊的模样到底是啥物货。这模样伫伊心内底真侪困难，甚至因以后面对艰难困苦、危险的时阵，这就是一个上要紧的困难。无这个疼，因袂去做这个代志；无这个疼，因无愿意去牺牲家己，牺牲家己一切来为着耶稣所做这个代志。所以，我会看这个吹风，一个细汉囡仔，伊只是一个真实的想法。毋过当这真实的想法开始有震动去做的时阵，就开始无共款。因为即种看着伊影响着迄个流浪汉。这世界无通大的查甫人，伊互一个查甫囡仔安尼讲，伊心内嘛会想着，我嘛想要去帮助人呢。我嘛想要帮助人呢。一个13岁囡仔。伊对伊所做的代志，开始直接去影响一个世界流浪，可能生活无目标，也毋知啥物叫做疼的朋友。毋过伊所做，开始影响着这个世界人。所以咱看这个趣话是讲，我一个人，我来帮助3个人，或者3个人继续帮助3个人，因继续帮助3个人了后，伊讲安怎？伊讲2礼拜当有400万人。受到朋友还是身躯边人对伊的疼，所以讲实在，如果照这个吹风的想法，传福音无困难吧？我毋免想讲，我就是要大福信仰传福音，我是要疼这个人。你用疼这个方式去甲你的身躯边的朋友三角斗阵做伙。迄个疼就真自然，互你的朋友感受到。你咧讲信仰，你咧讲基督教，我知影啥物话啊？因为伊就是种对人的疼，伊是种对人的疼。所以伫台湾嘛有学校的老师，因听见这个信息，伊伫伊的学校甲伊学生讲，咱来做一个把爱传出去的学习单。
其中有一个囡仔安写讲吼，老师，那份把爱传出去的学习单吼，我已经开始在做了，但是吼，成功的几率很小，真令我担心。我的目标是要让2号和5号在毕业前吼感情可以好起来，但是他们2个越来越严重，真担心。哦，这个囡仔想讲，吼，我就是要斗3工，就是看到这2个同学哈无好势，我要帮助因，互因毕业进前变做好朋友。谢老师按你来想，谢老师讲，只要有做就有希望。你只要去做，你就有嘛，这件代志就有可能会改变。这老师讲了真好，只要咱有做，的确有嘛。只要咱有做，也的确会当改变这个世界。所以当咱开始做的时阵，就开始提醒，也鼓励咱身躯边的人，可能伊有惊吓。有软症，有病痛，有艰苦，有挂虑，总是因为咱愿意做，因就有机会。前天我接到我妈妈的电话，我对高中开始来教会，到即妈妈已经20几单。即中间想甲我妈妈分享，叫来教会，请来教会诚做基督徒啦啥啥，毋过因。愈来愈心来愈来愈硬，拜就愈来愈严重。我想奇怪，但咱愈讲吼，爱着拜愈严重。我迄天人讲，我想要来信恁迄种的咧，我听者够欢喜。你是啥物信迄种？我想讲奇怪，以前来讲你拢不爱信愈来愈硬拜较济吼，又开始讲伊一寡代志。我发现原来以前咱所做的毋是空空。因有听入去，毋过其实人的心内拢有种背景。咱愈来讲吼，伊就愈坏。一直到伊拄到一寡代志，伊感受到迄个需要寡济帮助，伊就回头来甲讲，我想要来信。我真欢喜，就紧联络阮母会牧师，请伊斗3工，关心阮的爸母。去遐做礼拜，然后找时间，继续看到这个真理的时阵，会当互我妈妈来做除偶像，互这个代志较紧来做一个真好的处理。上帝嘛，我感受到足长的时间，看起来咱像无功效，毋过已经经过20几冬，这个功效才走出来。所以也就讲，足侪时阵。毋通放弃咱所坚持，为着上帝所要做的代志。暂时看起来，咱亲像啥物拢无，毋过上帝就是遮尔奇妙，伊上遮会藏伫咱的心内底，互咱继续坚持落去。所以，当咱坚持，这个世界就会无共款。当咱开始继续坚持落去，这个世界的确无共款。所以，咱看耶稣。为着学生洗骹，是一个真要紧的模样。今日你已经看到啊，大家放伫你的心，好无？大家放伫你的心，以后面对人、面对艰苦，还是面对需要帮助的人，你的心内要有一种真要紧讲，耶稣是我的主，伊拢甘愿为我做这个代志。我敢会当为伊也安尼困落去来做这个代志嘛？当咱心有耶稣所讲模样甲伊的话伫你的内面，真侪好势就变了真简单，因为就是我愿意亲像耶稣的款式来做这个代志，坚持咧行，就慢慢来看见，迄个功效可能无马上显明出来。毋过，上帝伊的听，就是一个真要紧的官兵，开始影响咱身躯边的人，互咱身躯边的人，因为咱即种彼此洗骹的疼，因要改变，咱当心来祈祷。阿爸上帝，阮将这个疼
交伫你的手，毋是我会当做啥物，是因为你将这痛诚做模样放伫阮的心内面，互阮因为这个模样，阮愿意改变家己，阮愿意亲像你，屈价谦卑伫世间人面前，因为痛本身就是一个溃烂，是一个官兵，是一种医治，通帮助侪人，因的生命要改变。愿做你先来改变我，影响我的生命，才会当互我有迄个意向，溃烂，也诚做我身躯边的人，因上要紧的帮助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直接把我跳到那个报告里面。